先趕緊來關心，中華今仔日發生一件有人去電到的意外。有一個民眾佇咧厝頂咧測試太陽能板，煞雄雄去電到，當場全無喘氣、無心跳，送病院要是救無回來。一位民眾倒佇1樓懸的鐵厝厝頂，已經無心跳喘氣，消防隊員趕緊爬上鐵厝替伊做心肺復甦術頂急救作死。另外也出動分推車將民眾吊掛到地面，擱送醫急救。疑似施工不慎，遭不明原因遭受電擊。那救護人員接觸之後，發現為歐卡，無呼吸、無脈搏，立即實施 CPR 加 AED。因為傷患處於2樓處那因為搬運不易，那也出動雲梯車將傷患運至1樓。警方調查，住佇彰化市的63歲四川民眾，初時早起8點外就家己到徛在厝頂測試太陽能板，一直到10點外，伊的家人聽到過路人的喊聲，為4樓往樓下看，才發現四川民眾已經倒佇鐵厝的厝頂，袂頂袂動，隨卡醫救化救，也毋過病院搶救無效，11點外宣告死亡。自行上網採購太陽能板，自行 DIY 組裝。於今日上午組裝過程中不慎觸電。警方初步了解，四川民眾為着要替厝內省電費，才會家己買太陽能板了後 DIY 裝佇徛家厝頂。目前警方當咧釐清代志發生的原因，專案會報請地檢署刑事送檢。記者綜合報道。